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日要来聊大家介绍的，也几客家话，有迄40连腔下的吼，同特殊吼，按到一集一集，一集一集，哈，这个意思，迄个来看下音乐。啊，这意思，华语的意思是在形容状声词来形容虫鸣或鸟叫的声音。好，那客家话形容虫鸣鸟叫是就会用这个一集一集。好，来看客家话的例句。热天第三档，万奈就做在糖豆从的底个一集一集。好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热天就是夏天，第三档就是在山上面啊，满奈就是到处都是的意思，满奈就做的到处都可以都听得到了哈。虫的底个虫虫在那边啊，一集。叽叽哈，就在那边形容虫叫的声音哈，也没可以边调也没做的，看谈哈。哦，哎呀，行到山当风啊，万奈就谈一道调的这个叽叽叽叽啊，安尼嘛做对咯，我们安尼做对。其实阿文国面都哈，我觉得啦哈，这个因为是形容状声词，你如果倒过来像海陆腔的发音的，嘛做对，比如说记得嘿。一集一集，要变一集一集，其实它就只是个状声词而已。知道迄无马管hen啦，那讲一集一集，好冇一集一集，嘛做对啦吼。其实我们太讲，一方面认识诗啦，一方面就你讲教育部不然呢是引那用法，一集一集好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客家语的用词就是。一集一集，反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你按支持。